雄心，分数哦，对不起，女生这边是第4页是正拍啊，对不对？第4页第小节，好，对，就分数人秀，分数雄心，对，好，再一遍哦，女生大声一点，让男生好跟一点。来，1 2 3 4，分数人秀，分数雄心。很好，好，谢谢。好，我们试一看接的地方。我们从第2行的第1小节，喜嘎那边是和，找到吗？第3页第2行的第1小节，从男生进来的地方，对。3拍进来啊，对，没错，来1、2，是高经的三高王爷，是高经的三高王爷，万数雄心，万数人王，万数混乱。喂，1、2、3。喂，1、2、3，喂，1、2、3，喂，1、2、3，嘿嘿，1、2、3，喂，1、2、3，喂，1、2、3，喂，1、2、3。喂，1、2、3，喂，1、2。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平安。哦，高早，今仔落大雨，大家
做早起床的，袂歹袂歹。好，我来看今仔日的信息。第一首是194首，我行马路，耶稣跟我。第一站，我行马路，耶稣跟我，就春流的声，叫讲真光我路是我，你就对我来行，我对耶稣就大好，心肝为的光明，我行路未免错错，风轻亲像路灯。我见识的耶稣跟我，显出的面流啊，永永到天光喜乐，来，我和耶稣夫妻交过，因着你的眼睛，这是大的橄榄乐苦，心肝连激情。我叫吹打耶稣跟我，显明自卑的心，叫讲我拼我最是我，你就来吃来啉。我对耶稣得着奉献，来领来加增，你是要无过欠用，路袂也会上天。来看第二首317首。你若欠会真失望。317首。第一站。你若欠亏真失望，我着亲力来帮赞，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是贪得利，难过伊所听。难过伊所听，难过伊所听，求诚心来帮助。你若拄着心烦恼，你着替我来祈祷。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是贪得利，难过伊所听，难过伊所听，难过伊所
阮必办万心来去回今夕。耶和华早起是你叫我一声，早起是我们对你拜念我的记得，望你我们的你先得。少量的给多的人主，我心我们对你心田敬拜，我们对你心田敬拜你。也这平安，请咱备办金来礼拜。礼拜中为着歪受交叉，请咱将咱的手机来切做静音。愿赏赐五望的上帝，互恁对神来充满逐样的欢喜平安，互恁伫圣神的权能得到满满的五望。咱来吟圣诗194首，我行袂路，耶稣伴我，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我行袂路，耶稣伴我，叫出温柔的声，叫讲真光我路是我，你着对我
耶稣父亲照顾，安有的应前，也是大力艰难乐苦，心肝人结情，我要吹打耶稣君王，天命主必的心，叫讲我拼我最是我，你就来吃来啉，我对耶稣得着奉献，来恁来吃这，一时以后无过欠因，落尾也会上天。阿门。请咱犹原徛地，咱要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界面，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一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论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遐济，咱来交托经文。经文第38，正式的后壁面经文72啊，显着我来客，请咱兄弟来印。经文第38，我设使会讲人甲天使的音语。若无伊啊，我是惊。我设使做先知，拢总会好了甲拢总搁设使有招庇的信，教业来移山。若无人爱，我是做。我设使尽所有的来真济，搁献我的身躯予火烧。若无人爱，恁爱是够宽容慈悲，无行见笑的事，无求家己的利益，无快，无吉利来，无欢喜不义，是甲真理三角欢喜。万事上，万事望。恁爱永远袂无去，那是先知的会，遐人不会说，但万会会。因为咱所知的无完全，做先知也无完全。完全人后，无完全会。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正是亲像意见亲像囡仔。已经因为咱搭对镜在看，雾雾无明。那是到迄时，头对，我搭所知无完全，到迄时知，是我所知。现今所存的，就是信、望、仁爱这三项。其中大的。请咱同心头来祈祷，慈悲人民人的爸上帝，你的名是至圣的，你的听是至大的，你的恩典
是极其宽悬深。主你的保惠洗清阮一切的罪愆。阮第一是要学罗你，第二是要感谢你。阮也恳求你赦免阮的不义、毋信、贫惰、自专的意念。阮恳求你，主耶稣宝血的救赎，救阮脱离一切的凶恶。有病痛的，求你医治；死失的，求你亲自安慰；忧伤痛悔的心，求你也怜悯阮。当阮伫即个多变生活的当中，疫情随时在改变，阮的生活中充满着不安。总是阮知，主耶稣你的圣神保守阮的心神甲意念。主你赏赐阮兄弟姊妹有一粒刻薄的心，追求真道。又搁赏赐阮气力，教阮同行，互阮的信心、疼心、甲行做诚做一体，疼人无虚假。阮的信心有行为通行出来，互阮伫逐日的生活中做见证。求主你的灵丰富阮逐人的心灵，行出基督爱阮行的芳味，互阮的性命得到透放，心灵得到安慰，经历上主你丰富的恩典，并且将这恩典借着阮的行为。用阮的性命来引带性命，互阮的教会、家庭、社会、国家来领受上帝国的载领。我咱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俄罗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歌是信望爱，用安尼来带咱来俄罗上帝。
咱要来强守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新约雅各书的第5章13到20节，台语汉语本是266页。雅各书第5章的13到20节，兄弟若显着，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读。雅各书第5章13节。恁中间有人受苦嘛，伊着祈祷；有人欢喜无，伊着吟诗；有人破病无，伊着叫教会的长老伫主的名用油抹伊，滚抹伊来祈祷。有神的祈祷要救破病的人，主要互伊起来，伊若有罪。要赦免伊，恁着三对认罪，三体祈祷，通得到医好。义人的祈祷，伊的力量有大功效。以利亚是甲咱同情的人，伊切切求无得落雨，就无落雨伫第2历过3年个6月日，伊阁祈祷。天就落雨，地就出土产。我的兄弟啊，恁中间若有失迷真理的，有人互伊活转，通知互一个罪人对迷路倒转的，为救伊的灵魂出死，搁会压砍罪过。在现在，我心跟心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吟讲，只想我的主，现在。我心恳心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吟讲，只想我的主。讲道本堂林牧师，伊今仔日的题目是听心甲行为要一致。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保守咱伫风台天有缘地义来赴今仔日的敬拜。咱搁一届同心来祈祷。听完的主，万权能上帝，愿进入到你的圣殿，条件你，领受你的恩，求主你赏赐阮谦卑受教的心。进入到主你的圣殿，着恭敬，着安静。阮对你的话来得到快乐，得到医治，也明白阮的生命的问题。恳求主你通过礼拜，通过信息，对阮的心来讲话。阮只是要来领受你的话，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祈祷我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咱今日要甲雅各书的最后讲完。雅各书短一本册，应该讲是一封批信。雅各书是耶稣的亲小弟寄批予正教会。5章内底的主题真丰富，无参像罗马书遐尼侪神学理论，伊讲了拢真实际，讲到基督徒着怎样过生活，活伫即个世间的日子，无介济，咱着照着主的话来行。
哦，真侪主题，真侪譬如真侪对照，这是咱是应该对这12礼拜连续3、4个月以来，咱对这本册一定有较深入完整的了解。伊提起到一块重点，伊毋是做一个讲学线伊第1章讲到，第2章有可能佫提起，第3章佫再出现，总是照着安尼，咱会当一再对无共款的点来明白雅各书所强调的即个行动。雅各书如果要简单一句话来落一个标题，雅各书有人下一个标题，就是讲去行动 ，just do it， 就是爱做。嘛有人讲即个雅各书有参像箴言共款，内底有真侪智慧的话，真侪金句通好背。对伫即个金句，咱会当真做即个提纲要领，讲信的爱去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譬如安尼，一句话那样，咱就该背起来，记起来。咱搁来看这个口诀，我感觉这个会当帮助咱，听就爱加上行，你随听就爱随行，你随想到你就爱马上去行动，才袂亲像一个笑亏的话讲长辈，常常客气随讲随袂记。健康讲过去，所以随讲随袂去就无意思啊。讲听就是为着要去实践，做久来就变做你的生命的品格，变做你人生你这个人的一部分。听去行，听无行，亲像照镜，念咪袂记。靠想象的我记得我好像长怎么样其实无真知影家己的问题伫倒位。信嘛是爱去行，因为信咱称作伊照着行，表明讲咱的信是有影有迹，是真的。咱所信的是真的，信毋是一个时间点，讲我过去就信的，毋是。是我对迄个洗礼决志要信，continue 持续，我继续相信。雅各书所讲的信，毋是讲我有一届牧师讲到真感动，参加迄个培灵会，我就要信耶稣，毋是，是照着迄届的经验，一直互你坚心决意，在等你夜深人静、午夜梦回时，你问你家己，你有信仰无？你有坚心决意要对耶稣一世人，要信上帝，永无离开。拄着任何的挫折困难，我就是坚持我的信。迄个信就是会堪伫考试，会堪伫试验的。所以第1章雅各书讲。信心经过试炼，这款的人有福气。因为生命若无经过试炼，伊就袂得到荣耀。经过生命的试炼，就会有什么天顶的冠冕。伊要得到生命的这个奖牌也好，冠冕也好，上帝拢甲咱记一遍。信爱加上行，再来。言行，这嘛真要紧。敬虔的人对伊的言行，就会当看出。敬虔的人会约束家己的喙舌，若无伊的敬虔是空是欺骗。其实伫昨昏这个中央兄弟这个个别礼拜拢完成圆满。恁如果有去详细看这个亲人对爸爸、对阿公、阿祖的纪念，我看到真侪一个共同的字，就是讲
听到这句啦，就讲爸爸伊活出一个身教胜于言教的生命，就是因为甲你讲啊，信耶稣会得到喜乐，袂，但是伊就活了遮尔喜乐。你要讲信耶稣就有信心，就有勇敢，就有疼心，伊嘛袂安尼讲，但是伊对待人就是真有疼心，真慷慨。所以咱来想，咱的言行有一致无？如果咱常常是讲的比唱的较好听，说的比做的好听，讲一套做一套，有一天你会去互看破骹手，会记得咱迄届讲到这个，你也不会被别人打脸，你自己也会被自己的话打脸，就是讲你讲的。你无用你的行为来证明啊！基督徒口口声声说要爱人，但是咱做出来的行为，拢是在挑剔，拢是在挑别人的毛病，拢是在找别人的这个芳芳，无用疼。咱今日最后要讲到疼，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过。你看到别人犯错，你是在那里很得意、幸灾乐祸。你看伊安那安那啊，我安那代表安那，我比伊较好啊，我就袂像伊安尼无信用，安尼无安那。有时说咱听到这我感觉咱真正爱去想，有时候我们也会落入这样的境况。咱不爱人甲咱批评，但是咱有时就去批评人。所以言行就不容易，就不容易啊！咱来多做一些，少说一点啊，尽量做，人看会到，上帝拢知影，才袂地搞讲，就严重变做互人唾弃，互人看轻，讲基督徒欺骗社会，这句话就最严重啊！咱基督徒爱神爱人，敬畏上帝，搁疼人，结果咱互人感觉道貌岸然，但是距离很远。法利赛人常常拢高人一等，也是属灵的骄傲，无法度去亲近罪人。所以我说，我等下要请咱读一个故事，就伫路加福音第7章，看耶稣。去西门因兜，看耶稣甲一个有罪的妇人安那互动，耶稣会看，耶稣的眼光甲咱的眼光是安那无共。好，这是一个复习咱甲这两个讲好了，知就去行。人若知道行善，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比不知道的还严重。知但是做袂到，道理是真，人是假；道理是真，人是假。最后爱，疼心爱加上行动。咱今日有讲到为病人祈祷，用疼来挽回一个罪人回转，是救一个灵魂无灭亡、无失丧。这个是上帝看上快乐的事。耶稣讲99只羊仔，放进一只，就去找迄只。罪人回转伫天顶，天使拢杀到欢喜快乐。慈爱老爸看到浪子回头，伊就心满足，伊就快乐。这昨我有足侪兄弟姊妹，我知影恁想要来参加中央兄的告别式，但是因为人数的限制，甲机会拢让互家属亲人。咱伫遮真短2-3分钟笑脸中央兄这是伊的孙叫做子巧干他孙跟面容真共圆圆的，很慈祥中央兄也安行忠喜诚恳真诚亲切我讲过讲伊拢真少在埋怨，真少在讲人的歹话，伫因厝内人讲嘛拢毋捌听到
今日什物代志，到伊遐就停啊，伊就袂阁继续讲。伊嘛袂忧头甲面面悠悠敢若破病足艰苦，袂伊拢保持着迄个喜乐的心。所以我讲这是咱会当伫伊的身躯顶来得到学习，甲伊的即个好的见证形状记伫封存伫咱的心，讲教会德行教会有一个原住民赛德克族中央兄教育者即对夫妇，咱甲因的交陪遮尔，伊伫咱德行31年，咱当然咱会友有诶像我甲伊才不过4年，总是即个喜乐阿公伊的心是咱会当学习的。什么话到伊遐就停啊，伊袂阁去讲别人的歹话，温柔，伊的量真大，有容乃大啦，这无简单，爱生命到一个程度，咱常常受一个伤，食一个亏，咱就赶紧就要安那，甲人斗，甲人斗，无输啊，我安那，竟然去安那，就是说，我感觉同样遐伊的心就。敢若有迄个腹肠，有迄个度量，亲像大海安尼，会通包容。敢若别人对伊小可无好，嘛袂感觉，互伊足受伤。伊佫帮助足侪人，我才知影，迄讲食饭，已经拢圆满啦。食饭才听到真侪来参加，毋是有的是即辈的，还是倒位的族人呐，对罗山这个原住民部落落来到山骹，落来到山骹，也拢照顾因，私底下拢甲因帮赞，甚至朋友甲因帮赞，囝儿拢毋知，厝内人拢毋知，直到伊破病啊，直到伊住院啊，甚至过些人来说多谢，佫讲伊的故事，一下子咱才知影讲，原来伊帮赞过遐尼侪人。伊手行好的困难，伊就去做，伊就无提示，有好就去行，有疼，上帝互伊有恩典，伊就去行，所以伊活出一个真水的信仰，喜乐知足，温柔宽宏，慷慨大方，佫坚持伊的信仰，直到落尾得胜。所以咱讲，咱就要把6道人生，其中我今日要讲的就是道爱。道有一天，咱要临终的时阵，足侪人来甲你道爱、道谢的时阵，爸爸有爱你，代表什么？你有爱情存款足侪嘛？你的爱听的银行内底是真丰富嘛？有的人是倒饼来行，中央遐是甲伊的钱、伊的资源、伊的困难。奉献给别人，奉献给这个家庭，照亮这个家庭。但是呢，伊趁到足侪会疼，所以伊疼足丰富的。伊拢笑眯眯，伊伫病床顶悬欢喜，人唱歌来祈祷，拢欢喜，手压咧，拢有迄个温度，迄个疼的传递。但是真侪人倒病在活，糟蹋别人的疼，亲情牺牲尾下咧。银行内底钱愈来愈侪，愈欠愈侪，愈欠愈侪，厝一间一间，地一地一地在买，但是咧，听的银行内底一直在消磨，一直在消磨，到尾也是负债。咱拢有资产负债表，你看卖你的银行，这有数字的啦，看有啦，是后面几个零拢看有，但是这个听的银行点彩爱到晚。倒伫病床的时阵，你才会发现讲有偌济人来甲你看，真心来甲你送，哇！这就一个考验。所以我是这2天，我虽然较忝，嘛，这个香水小可在好玩中，但是我感觉这个家庭，互我嘛真感动。遮尔侪亲友对拜5日暮。是对罗山来，我讲恁今日要住遮，无赶转去，为什么呢？明仔载佫要载其他的人做伙来，所以第1天日暮，因对罗山
哦，庐山真面目，迄个庐山蛮远的哦，啊，搁转去，来回安尼至少就4个，第二天搁继续来，哦，到上料，到这个圆满教堂金陵山了，搁转去。好，所以代表讲，这个中央兄伫伊心内的地位分量，就是遐尼重。无论什么日子，哦，拜5、拜6、补班补课，我就是要来到。啊，这个家族做伙，哦，到伫咱最后迄个安放礼拜时阵，也阁至少40个人，哦，哦，啊，教会咱就较少，吼，因为咱大家可能讲疫情期间，哦，所以这是我感觉真水的一个。伫咱德行教会无几个原住民，吼，因这对夫妇中央兄，吼，原住民咱介学习就是讲因无计较，咱都市人头脑想好，有时真爱计较，因无计较，就是安尼来来去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的心内有上帝，我活了快乐，我对人有真多祝福，安尼教育，这是真水的人生，吼。放手啊，祝福别人，哦，无计较，无自私，哦，对别人好，这就是你的疼真丰富。上帝对你的疼也哪加天？你有一天离开世间，你会带着足侪人对你的疼，借着来甲你送，来甲你祈祷，来甲你吟诗，来甲你祝福，来致意，来代表。你这个人伫因心内的迄个地位分量有偌大，哦，所以望咱把这个在生的时阵，每一个亲人、每一个朋友、每一个主内兄弟姊妹，哦，咱伫教会，哦，就是上帝家庭内底珍惜这个情、这个份、这个缘分，咱会当做伙，哦，咱会当彼此。三听，好，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个啊。圣经其实讲了真明，吼，咱对12节，吼，我看，吼，讲唔通就抓，做人就爱老老实实，诚实的原则啊，吼，信实就好啊。为什么要就抓？为什么要指天？为什么要指地？为什么要指教会？吼，吼，那无会。被审判，我就常常想到，吼，想到，吼，这是咱顶礼拜无讲到，吼，第12节补充一下，我就常常想到讲一个广告，伫已经10几年前啊，吼，就有名的，吼，讲我敢发誓，吼，什么，吼，买贵退2倍差价，哦，啊，伊尾啊去互公平会查罚款。其实伊毋是最低，伊就是掠着消费者啊，若是买着买过也袂去甲伊迄落，啊，伊的退费原则规则嘛，足废弃的，为着要退6块钱，吼，啊，佮办一堆手续啊，爱提出证明，所以伊就掠即个心态，尾啊去用法，吼，去用裁罚，吼，所以咱耶稣讲，毋免加讲，你做人老老实实。有就有，无就无，吼，唔免保证，唔免摕一个人来出来替你背书，啊，讲，吼，真的，我这次是真的，哦，都不用啊，这次是真的，代表可能上一次是假的，还是下一次不是真的，就简单哈，所以雅各书讲了，真白，是就是，唔是啊就唔是，安尼就好。我嘛分享过，讲相信你的人，相信你的朋友，就是相信你。哦，啊，若是无相信你的人，你搁较提出证明，吼，你看我提出足侪证明，吼，有时人嘛是已经可能你已经无值得信用破产去啊。哦，啊，咱唔爱足珍惜别人对咱的信任，敢毋是？哦，所以唔通浪费哦你的信用，哦，信用是一个资产，哦，无形的资产，哦，啊也这句话是耶稣讲的，若是搁黑白讲假话，就是出伫迄个歹，哦，所以咱有时在听到人在讲啊，某物兄弟什么，有时是讲到呢啊，你唔通搁加油添醋，哦，火上加油。
我们要雪中送炭哦，哦，不要锦上添花哦啊，更加不好就是加油添醋哦，咱拢无忙安尼。啊，咱伫2礼拜前，咱迄个爱心说诚实话结束哦，8礼拜有大家兄弟姊妹真认真来参加，我感觉这个课程真好。伊最后就是做一个训练，就是其中一个题目就是讲，当有人在讲起着吼，伊举一个例，伊讲吼，迄个我们数学老师吼，听说他跟他太太快要离婚了呢，好像有家暴呢吼，啊你得安怎改应？你讲哦，安尼听起来，你就关心咱的老师，数学老师吼，啊，但是伊无在现场吼，我感觉咱讲伊遮的私生活的事。我也感觉不平安，我觉得不太好，不太平安，哦，不太安心。所以咱会当，你若是关心，你会当打一个电话给他关心，我觉得我们不要继续这个话题，安尼就真有智慧。所以咱来反省一下，讲，我讲的话是不是真实可靠？有80分的把握，你就讲80分的话；你莫60分的事实，你讲100分的话，唔通讲了遐尼满。你明明只有知影60分，你等下讲咧，敢若亲像你拢伫现场，这是咱常常犯的毛病。求主帮助咱，求主帮助咱有这个 sense， 有这个意识，讲我有时讲的话。有超过，有淡薄仔超过，有淡薄仔超过，就我唔知影，我嘛搁照我想象的搁加上，啊是别人传给我的，我搁传出去。我所讲的话，我明明知影与事实部分不符，那我就要不说，或者是只说我知道的。那有时候很多事情就是这样，代志的大事化小，小事就化无。咱唔通去生话，去制造事端，求主帮助我们。这是一个罗马书的原则。讲话就老实以外，听嘛要老实。你听一个人，你就老实实该听，唔通抱着不良的动机，我去甲伊送一个礼啊，是要望得到什么好处？咱即马中秋拢会送礼，咱若是送了欢喜。送了充满着祝福，送了你送的人嘛就快乐，收的人嘛就快乐。爱人不可虚假，这帮助咱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人。我印象中，这个赛德克巴莱这个意思就是讲真正的人伊原住民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因为这是最一切的根本。你做什么职位，你吃什么头路，你传偌济的这个家伙你的厝偌大，这拢是最根本的，就是你这个人的本质是如何。你听人是不是带着不良的动机？你甲人直接讲话是不是真正很真诚？听唔通虚假。听就有价值，但是听若是加上虚假，就无价值了，就变成假的仿冒品，选就有价值但是你若是用迄个玻璃还是塑胶的，看起来足共的，但是上帝监察人的心，知道我们爱人是不是真诚有处帮助咱彼此来勉励，毋望伫教会中间。有搁较济安尼中庸兄听人无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甲好人做对，性德相通，圣徒相通，彼此相交，兄弟和乐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咱就彼此学习，彼此激励，咱。拢保持伫即个好的信用的团体内底，咱自然就会互人有即种的感受。进来到都行教会，感觉讲，遮个人
真亲切。毋若安尼，因讲话实在，人讲话真实在，人就会相信你所传的耶稣。我看真侪广告，拢讲我虽然含讲，但我足实在，拢要介绍你食这味食迄味，有的广告拢夸大不实，所以咱基督徒就是活出基督的生命，然后甲人介绍信耶稣真正好，主耶稣真正好，上帝天父上帝真正是听，互我这个真无可爱的人，愈来愈可爱；互我这个本来就无老实的人，我愈来愈要活出上帝的这个真理信息。上帝是信息的上帝，咱就要有信用，就要实在。所以咱甲上帝交往，甲信徒相通，咱的生命就会愈来愈有耶稣基督的形状。这就是咱的努力拍拼。然后我阁讲有3种人受苦爱祈祷，家己含慢祈祷，请牧师、请长老、兄弟姊妹为你祈祷。祈祷爱操练，咱有 RPG 的祈祷，有好的课程，咱毋通客气，咱爱嘛毋通惊讲来祈祷会互人笑骂，咱来学习。欢喜有喜乐，你爱唱歌爱学乐，爱感谢上帝。知影这个恩典毋是你家己应该得到的，但是为着这个学乐上帝，圣歌队应该就是充满着学乐的心，毋是只有伫吟诗的时阵，伫生活中每一天，有破病的，会当请长老牧师来甲伊抹油，出伫信心的祈祷，会救伊，互伊得到好。这个见证，我讲一下，这个见证就是叶光明，伊怎样为伊的太太祈祷，伊的太太叫做路德，路德记的路德，叶光明咱拢知影，伊一个真出名的宣教师，伫犹太人的中间，叫做 Derek Prince， 因太太叫做路德，因结婚无偌久，因去度假，去到佛罗里达，去海边度假时，有一天毋知安怎，因太太骹足疼，无代无志，压起来，足疼，讲伫度假假期是毋是要泡汤是毋是现在去挂急诊，心内就有一些的焦虑担心这个叶光明就安那呢，伊就扑落来，还是跪落来，伫因太太的2只脚安尼，就甲伊的骹安尼换手，来换手。圣神就感动伊，要安那祈祷。咱本来讲主啊，你著互伊的骹好起来，伊竟然祈祷安那我学恁听的祈祷讲脚这2支骹，我感谢你们。从路德阮太太出世到今嘛，你拢陪伴伊。带伊到每一个伊所想要去的所在，互伊遮尔安全得到你的骹这个更还要紧。谢谢你们把他带到我身边啦这2支骹把路德因太太带到我身边，互阮会当三度。我感谢你奉主的名祝福你可以恢复，可以好起来伊的骹尾也真正得到好的时阵。这个因太太佫想到一个代志，讲伊这个很特别的，是用感谢迄个祷告，学了这个骹，感谢这双腿啦，伊就想到讲伊想到讲，伊高中也是少女的时代的时阵，伊有一届袂输得救助伊的骹，讲我真恨我的脚，为什么？因为伊去洗手间看到因班的同学，哇，迄支骹足水的，足苗条的。毕业舞会要到了，哇，就长的哇，我的骹咧安那，又短又好像萝卜腿安尼，我就说我真讨厌我的脚，我恨我的脚，所以伊感觉讲，伊这个故事是讲，用感谢代替埋怨，用感谢代替埋怨，用祝福来取代救助，互这支骹，伊会感觉，身体上帝赏赐咱的，咱来祝福咱的身体，咱来感谢咱的身躯，
这2天咱嘛有听到秀文长在讲一个中国医心脏科陈医生，年轻有为，佮对患者足有疼心的。伊家己是心脏科的医生，然后替伊的患者心脏要做导管的时阵，伊家己常心肌梗塞。咱嘛为这个医生来祈祷。所以意思是讲，你的心脏，你嘛是爱感谢伊。对你出事到即马，伊拢无停的，拢无休困的，足认真甲你跳，足认真甲你跳。你在困，伊拢足认真甲你跳，感谢伊。犹太人因去变色的时阵，也感谢讲主啊，感谢你让我今天排便都顺畅，通体顺畅。到食老时就知影讲排便很顺畅，吃放人就是一个进来一个这样出去，没有其他的地方了，不然你就要这边插一个洞，那边插一个洞，尿啊这个就要用其他的地方排出去，这就吃力了。这就艰苦啊！所以你爱为你的身躯每一天为你运转，互你做主的工，互你听厝内的人，这拢是爱感谢。这是叶光明也见证所以咱今日金句彼此认罪，咱有罪啦，爱认，爱知影家己有问题，生命有问题，咱就爱求主来改。心若有受伤，其实。每一个家庭拢有伊的困难认罪、承认伫主的厅内底包容、赦免，安尼这个家庭就往好的方向继续行。若无就真有时就会这个隔阂、心结就透袂开。互相代求，迄是真水的事。咱就伫这个祈祷的中间实践耶稣基督的听。安尼，互咱得到医治，毋那是身躯得到医治，咱的心灵也得到医治。因为真侪时阵，咱的心出毛病啦，心受伤破病，比肉体佫较严重。最后5章19节12到20节中间有人到一个程度，伊会感觉信上帝，信甲安尼去信耶稣，信甲安尼来伊会放弃伊会讲信甲安尼我嘛好像信了也没什么唔知到底是真的是假，我唔知我信真的信假。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鼓励他，爱他，对着兄弟姊妹，咱做伊的天使，伊会感受到上帝无甲伊放弃，救一个灵魂，搁加看真济的罪。这个我这礼拜嘛听到一个咱的同工对我讲一句话，他自我勉励啦但是我听了嘛真受用，真受感动。他说我甲上帝祈祷讲，希望我会当成做别人生命中的天使。可能咱中间唔知因有分享过，咱可能知影这个人是啥。我感觉会安尼讲真好。伊阁有底，所以讲提醒家己讲，安尼我要安尼做。我无爱成做别人生命中的过客啦，我要成做别人生命中的天使。互一天我若先走，也是伊走的时阵，伊阁会想到我会想到伊，咱两个过去伫生命中有交叉、有往来、有相听交陪的经验，这个记忆保存到上帝迄边。这个最后的故事，咱就简单来看，就是一个查某人，一向过着罪恶的生活。咱有圣经，咱来献路加福音第7章，台语和日本75面的所在。因为这个故事较长，我无全部把迄个圣经册拢拍出来，但是咱定拢听过这个耶稣的故事。有一天，法利赛人西门邀请，足客气足好意，甲耶稣邀请来到因兜食饭。然后呢，有一个妇人人一向过着罪恶的生活，真痛苦。伫迄个中间，伊讲我嘛要去，不请自来，也无经过主人同意。然后呢，伊就带着一个香油
管啊来。到耶稣的身边的时阵，伊毋知安那就开始放声，才开始哭流目屎，伊的心内就感觉安尼，流目屎，得到医治。伊嘛无甲耶稣讲啥物话，但是可能伊心内甲上帝在对话，在忏悔，在为家己的生活、为家己的人生，哪会行到即个坎站、即个地步，伫遐在后悔，然后就抹耶稣。结果咧，你看即个主人安那想，伊心内伊无讲，伊心内安尼想，39节，伊心内想讲耶稣若是先知，就会知影即个妇人人是歹人。伊心内竟然安尼想，所以伊圣经甲咱讲，咱有时嘛对，是毋是对耶稣安尼足无不敬，竟然阁怀疑讲耶稣，你若知，你若是上帝囝，你就知影伊是歹人，即个蒙你的人，所以伊在想的，甲耶稣在想的无共款啊。我最后要讲的，讲即个疼要怎样实践，无容易。其中一个，你就是爱像耶稣，学耶稣。耶稣为什么有爱？耶稣为什么吸引人？因为耶稣关注的跟我们不一样，耶稣的眼睛看到的跟我们不一样，耶稣的头脑想的跟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想的是说他是一个糟糕的人，我们不要跟他好，不要跟他来。耶稣啊，你这样不成体统啦！一个女性安尼伫你身边靠，伊是一个歹查某呢，你敢知？耶稣不是这样想的，耶稣想的是他的心受伤，这个女性的心受伤，有可能比男朋友、丈夫、查甫人受伤，有可能比亲人、亲兄弟、亲姊妹伤了足深，直到伊过一个放荡罪恶的生活。伊检采嘛是不得已被伫迄个环境所限制。被魔鬼在苦楚，伊是一个受苦的查某囝啦。你如果是上帝心看伊即个你的查某囝，安尼你就袂对人遐尼无情，遐尼残忍。这西文想的，跟我事不关己，甚至觉得说耶稣你这样，哎呀，无好啦，不成体统安尼没有你耶稣应该要高高在上，应该要。那会使甲女生安尼男女授受不亲呐，耶稣想的毋是安尼，所以伊的心胸啦，比我们宽大，伊无受这个世俗的这个小学，也是讲这个人情伫遐在束缚。耶稣就是讲，伊就讲一个讲西门，我有话对你讲，你看耶稣是也是足够做人的。伊嘛无甲西门讲，来，咱两个来辩论者，无。伊甲西门讲，西门，我有一寡心内话要对你讲。你看伊叫甲足亲的，所以西门这个西门毋是西门，西门伊马上就安那，伊嘛改变伊的态度伊就讲，先生，请讲请你讲，拉比，请你讲，伊这个西门其实伊嘛。警觉到啦，伊拄则是心内想那尔，但是耶稣甲伊心内想的代志，拢讲出来。这就是咱听道理真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咱听道理了后，咱伫生活中会有时圣神就提醒咱：某物人，我有话对你讲，你，我有话要对你讲，你就会去发觉讲原来我毋是想我遐尼好，遐尼高尚。原来我是迄个，就是迄个西门啊，迄个法利赛人。耶稣就讲，两个人，一个欠500，咱家换做500万好啊，安尼较好算。搁一个欠50万，两个拢无在条形。一个欠50万，讲我要去打工，我要去；一个欠500万，我要卖厝，我要摕地来借来还。500万要安怎还？
祭主就有听心讲，好，恁两个拢唔免啦，好好啊过生活，努力去做工趁食。耶稣就问讲：你感觉倒一个人心内感谢会较大？伊讲：迄个欠500万的。耶稣讲：你讲了对，你断了正确。我入来恁兜，你无摕水甲我洗骹洗手。即个妇人人一个入来，目屎直直流，用伊的头毛甲我拭，伊就是迄个欠500万的。啊你咧？你感觉你真好？你欠5，反正你感觉我真好，我欠5万尔呢。我搁请耶稣食饭呢，我算真好啊。所以就还原了我们真实的情况。咱伫上帝面前，如果欠债，咱就袂去讲人的唔对，颠倒咱家己默默的流目屎，伫耶稣的身边，听主的安慰。所以最后耶稣结论就讲安那，讲听若是债的，伊的赦免得到较济。照伊所表现出来这个疼的行动，耶稣学到这个妇人人讲，因为你对我的这个疼的表现，代表你的赦免是真正已经得到啊。一个人若讲我得到上帝赦免，但是我做出来代志，犹原是对人足无好，足爱计较，足苦毒，代表伊到底有赦免无赦免？如果伊感觉我的罪这么轻重，拢得到上帝赦免啊？是毋是我会当对待人、看待世界代志，甲我过去无共？我就袂亲像这个西文安尼看代志啊！我家己已经过去嘛是安尼的人，当伊看到伊身边嘛有其他伫罪恶中会遮的无论女性还是朋友，伊就袂应该是袂用即款的态度来面对。下一页。好，最后老师今日分享到这，希望咱会当去反省，我们到底得到的是什么？听会反映讲，咱对上帝领受的偌济。咱若是迄个领受500万的，咱应该会对待人更较有疼心来慷慨。爱去听别人的心声，互人愿意对你透露伊的心情。流入我们的心，伫上帝面前要做伙得到医好，学习三听。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对伫世间人遮尔丰富的听，阮常常做袂到。主，阮的生命需要你来光照，恳求圣神常常鼓励阮，赏赐阮听的快乐，互阮毋是只有听，互阮的听也毋是只有用头脑想，阮会当有教育的快乐力量来成做别人生命中的迄个天使。因为阮的生命真短，10000年久就过。恳求主你帮助阮，互阮的心、互阮的灵常常换新来变化，得到主你的赦免，得到主你的医治，得到主你的讨棒来恢复，成做迄个新创造的人。这是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免。那这咱过来吟圣诗第317首。你若欠亏真失望，请咱起立来吟全首。你若欠亏真失望，我着真难来帮助，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是坦道理，难过伊三听，难过伊三听，难过。
请坐，咱稍等下要来奉献，我伫遮先甲大家报告，因为咱的奉献箱伊内底有夹层，所以讲咱奉献就直接放伫迄个篮吼，较袂造成困扰，有当落入去摕无着吼，这兄这弟兄弟姊妹，毋好讲看现我伫遐现，有人会搞看，我会讲无人会去看的。上帝爱的是真实诚心的奉献，毋是迄个金钱的济少。咱兄弟姊妹用真健康的心态。因为就足侪困扰，是讲有诶甲篮摕起来，放伫个箱仔内底。迄个收奉献的人有哪袂记收着，会造成困扰，甲大家报告。咱要来吟奉献的诗歌，请咱起立。至圣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这个风台天有主你的保守，互阮来到主你的圣殿中。恳求主你，互这个风台紧紧过去，无得造成真大的损失。恳求主你，互阮有一个怜悯阮软弱的心，阮常常知，却袂去行。求主你赦免。求主你，赐阮一个温柔的心，会用常常看到别人的需要，用听来去帮助。求主你，互阮所做所行，拢遵照主你所教示。阮只是奉献淡薄金钱，做主路用。恳求主你感纳，阮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这请坐，我来报告，未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这礼拜的金句吼。我念一遍，咱兄弟来读两遍吼。这个恁着三对银罪，三体祈祷，通得到医好。雅各书5章16节，请。恁着三对银罪，三体祈祷，通得到医好。雅各书5章16节，恁着三对认罪，三体祈祷，通得到医好。雅各书5章16节。本周的事奉，请咱兄姊妹来注意吼。今仔看到高印象吼，伫落雨伫咧指挥交通看到真受感动吼。兄弟姊妹服侍，就是用性命来服侍啦吼。咱即礼拜的事奉，请咱兄弟来注意，搁来看即个教会的消息。稍等下，咱12点半伫1楼要召开9月份的定期中聚会甲联聚会，请咱中级各部首长、团结会长、辅导来出席。会后要煞开小会，请小会员来出席。第二，感谢黄素琪姊妹捐册予图书馆。愿主祝福。第三，9月17到18，拜5甲拜6，上午8点半到6点，这个总会教人关怀事工伫咱教会举办引法自主东港的演唱会，请咱有报名的兄弟注意来参加。后礼拜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圣经学院派陈英竹牧师来请安甲讲道，请咱兄弟关心新学院的事工。9月25拜6，伫草屯教会有举办这个教务人行政指导讲师是施培礼牧师，费用200块，请咱向办公室来报名。过来就是请各行政单位团契伫9月19进前，会记得甲
后一季的聚会的内容，服侍的人的表单吼，交互行政干事。咱等下甲要来举行即个9月份的受请的庆生，过来团契的消息，咱例行遮教聚会吼，拢照常啊，请咱各团契家己看。第4点，相连团契，稍等的11点15，请同工到地下室来开会，吼，研讨即个年会的代志。会长爱我甲大家同工通知，啊，过来就是即个财务部报告吼，请咱兄弟若周间有来教会要奉献的，请咱直接交互办公室的人员，吼，啊，莫落伫个箱仔，因为有当箱仔无收到啊啥吼，啊，请咱兄弟你若伫周间有来教会要奉献的，请你将奉献。吼，提互咱办公室的人员，吼，这是甲大家报告。过来就是即个第10页，有咱顶州的奉献，伫遮报告做领收，若有错误漏顶的，向财务部来反映。下面的时间交互牧师。咱来介绍中央兄的家属，今日来袂少人吼。首先是美银、芳菲春莲这拢查某囝吼，咱应该拢较熟吼，咱徛起来。啊，过来有春莲的女儿诗涵甲伊的朋友盛赫王盛赫。啊，阁有义杰甲洪佑义杰洪佑是中央遐伊第一个后生春兰的囡仔孙其实两个已经是孙仔辈，但是甲伊当做家己的囝伫养饲啊，所以这个家族互咱看到因真合一、真三挺真团结啊，阁有无介绍到的无？咱请因大朋友、小朋友，咱拢徛起来，咱拍扑啊，甲因欢迎因也特别就是来甲大家致意多谢教会兄弟姊妹的参与、关心、协助，互爸爸的告别式非常的顺利圆满感受到上帝耶稣的疼、圣神的引带一路带领请坐。咱这是来举行庆生伫即个周报顶悬的名单。所以请即个受请徛起来好无？咱来唱即个生日快乐歌，来祝福恁生日快乐。第9月份，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Happ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Happy birthday to you。愿主祝福每一个受请，拢伫即个特别的月份9月份来经历主奇妙的恩典。咱来看具体代祷，咱第一点，有愿为着中央兄的即个家族为族享受安慰、盼望的心，即个家庭全家继续行爸爸阿公的信仰这条道路。第三是这个刷魂祭这个洪章医师的妈妈伊喙齿筋手术填足侪针就是伊的喙齿手术拔这个牙根继续要做这个牙套要套膜求主拢一步一步来看顾。有妈妈伊胃肠无好势，即个发炎的部分流汤求主医治伊灵敏。随行者伊最近即个伤伫复健求主医治伊的即个臀骨接拼即个伤。搁一个真特别的是刺身甲配唇阮想讲奇怪，哪会无消无息？结果3工前
收到一张批，对美国加州寄来，这张批对美国打美国的邮票。我看迄个日期是 August 16号，8月16就寄出了啦。原来伊讲伊的手机内拢无法登录，所以伊知影教会有甲伊关心，但是拢无法度联系到，所以对美国寄一张批来多谢教会过去一年朱里二老师等等甲伊对伊的照顾，这是起心配存，甲咱报平安，讲伊到美国，一家大细拢安好，好，搁来咱为着风台，为着即个疫情，咱继续来祈祷，求主看顾，求主施温，咱做伙无需邀请咱做伙徛起来，伫原位，伫主的面前，诚心诚意来祈祷，也求主，赏赐咱一个健康的心，除去遮的偏见，来听人亲像主，咱做伙同心出声来祈祷。亲爱的主，我感谢你，你疼惜你的囝儿沈中勇，伊一生活出一个美好的生命，阮为伊欢喜，为伊快乐。伊已经蒙恩受定，到伫天顶上帝遐。阮伫世间也有侪侪亲人朋友，主啊，阮也毋望得到即款的福气。主啊，恳求你开天顶的窗，赐落恩典，开一条救恩的门。主啊，天顶大开恩典的门，毋那欢喜中勇兄入到迄内，也毋望阮在生的人，阮活出基督的香味。活出主耶稣这款荣耀的见证，愿袂缀着伊的脚步，行信仰的路、活命的路、真理的路、透到永远的路。主啊，你也怜悯阮的病痛、疗养的兄弟，保守每一位阮的病症得到医好。因为你讲义人的祈祷是大有功效，主啊，阮毋是义人，总是耶稣基督，你是唯一的义人。阮要奉主的名来宣布，主啊，青眉要得到看，摆开要行路，受压制要得到透放，因为阮是你所拣选恩典的囝儿。主啊，毋是我靠阮家己的熬，也是有啥物义行功德。独独我靠你无限慈悲的疼痛，主啊，求你将这个恩赏赐阮，医好阮的病症，毋那是肉体，更加是心灵受伤的。主啊，你来医治，你来恢复，你来做迄个恢复的工作，互阮亲人之间无阁有怨恨，无阁有埋怨，独独你赏赐的疼赢过一切，来惹堪最罪的罪，互阮的生命得到改变，互阮的心意得到变化，互阮伫主的疼恩典中，成做新创造的人，也保守台湾，闪避这个大影风台，互阮经过疫情，经过环境的磨练，阮的国家，阮的政府会当成做一个坚强、独立、有一个主权、主理束缚的乡土。愿咱的祈祷，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咱由咱来这个行平安礼彼此来请安，咱原位同手来比点头就好咱来欢迎每一个来到主面前受恩敬选欢喜伫主的听内底领受主的恩，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欢迎诸位听信心来听你，
我用智慧听信心来听你，我看见你来面，有主的应验。我用智慧听信心来听你。哈利路亚，感谢主。好，咱游玩徛在咱来吟上营诗509首。愿连结大灵来交争，路亚所受我罪犯，罪我中保将你万宽，路诚心感化罪人，上诉灵了恩惠于心。当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你享受迄个招逼的疼，互阮有限的生命会当活出基督丰富无限的疼。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主爱、圣神的感动，常常甲恁三角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别倒闭会。咱今日礼拜到这，大家平安。